上班族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用上班，不管是一天也好，半天也好，总之赚到了一天就算啦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安排接下来的活动呢？你一定想约人家一起出去逛街、看电影、shopping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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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首先你必须确定对方有没有什么事情啊，不然你怎么约他出去呢？这时候你要学会这句话，盘后溜。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学会了这句话，你就可以顺利的约人去喽 ！Go！ 你下晝愛做乜嘅？喂，尚伟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今天要工作吗？雨儿啊，我在家啊，我今天不用工作，我现在啊很悠闲的躺在沙发上躺饮哦，听音乐啊。啊，太好了！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午要做什么啊？嘿嘿，我跟你讲，我跟我一群好朋友约好了要去钓鱼要去钓鱼哦。哦，这很难约，每次都约不到。那你下晝會做乜嘅？你下午要做什麼？哇，我本来想要约你一起看表演啊，看表演。我这里呢有2张免费的票，算了。啊，看表演，看表演哦。看来我只有找别人喽。那下次啊有这种好康的，不要忘记我呢。好啦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复习時間，工作、工作。聽音樂、躺音樂。你下午要做什麼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釣魚，釣魚嘅。看表演，看表演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